健美就是矫情，主厨就是好食。我说小兵子啊，是，今天要做什么料理啊？哦，今天要来做个蒜辣熏鸭年糕吧。辣是不是？很辣，赶快煮啊！我辣怎么会跑到你那边去了？赶快，这已经指甲套你。好，那要这个熏鸭。啊，熏鸭，熏好的。熏鸭，好，还有年糕，你下个会分过来那种年糕啊，一条一条的。韩式年糕。韩式年糕。我看下先细数好。小听。哦，你个铁板烧哦。好啊。盐呢？有冇做天数的嘛？冇。其实冇嘞。冇乱搞就好的哈。系啊，一下子好嘞。蒜辣，好，又辣，好。有辣椒，好，蒜头。蒜苗。嘿，蒜苗。啊，你有去泡一下蒜呢？好，最好食的。哦，烟熏，烟熏要你可以奈买啊？平常是奈买的。其实一般人家超市人家才卖的哦。真的啊？对，一般超市才卖的。好，我是在宜兰的那种熏鸭，才去卖的。哦，好野鸭。系啊。好，接下来切了红肉。啊，足够。哦，脂肪比较厚哈。嘿，用了牛油冻喷。你们听一般的菜鸭冇用，一般菜有出手鸭，冇出手。哦。呀，烟熏应该用糖用去熏的嘛。嘿，用汤啊，那用糖嘛哦。係傾起來，好，我個傾起來，你起下。哎呀，如果上色就被人講啦。應該呢樣菜哦，沒有好味好講咧。真的。係啊。你要講我吧。聽下要講啱多咧，係啊，啱咪講。來，我講。呢樣菜哦，喏，步步高升，好，慶豐收。因步步高升。雞鴨成群，米缸常滿。步步高升啊，年糕，步步高升。哦。是落牛嘅嘛，豐收過年嘅啊，豐收會長得成牛嘛。哎，我期待是件可能心動牛啊。哦，對不對？哦，你來按呢。步步高升，慶豐收。哎，步步高升好。然後備菜完畢啊。好，咁準備好咧。唔好用砂鍋，我用鐵板，係啊。係啊，我用鐵盤呢，好，用啲油，好。依個早上要東西準備好，其實凍腳，哦，要先拿蔥條，用蔥條好硬先，哦，先不用掉炒，還不用記得咧蒜拍，好，蒜拍不用下伊。你蒜呀，蒜拍個希望較脆嘅嘛，較來。係好梅炒，好香，哦，蒜條。我感覺人家是炒臘肉的感覺。係啊，講緊那種是咧臘肉啊，哈，熏鴨那種哦，其實過年好會食的菜啊。炒到挑米哦。這怎麼樣？好，用到辣椒，好，辣椒要用下伊。講咧蒜辣，好蒜，好蔥條咧啲梅頭，辣椒嘅梅頭已經會先炒出來。好。好，紅牛啊，先不用愛炒。哦。而家煙熏鍋應該不能就熟嘅吧？哦，而家就是炒香嚟就好。係，那啲炒香嘅，係而家不用愛煮啊，哦，依家油啊，我是個油，當色色，哦，即係炒過叫好香。哦，依家知道咧培根嘅咧概念很多，係。
嘛。用到水，好不年糕给要用洗下水。嘛哦。你要知道咧年糕，好用下伊。这种年糕一种结束了的吼。不要去小个注意下是远的。现在是用到调味料，好，胡椒。啊，用到汤，好。但其实一滴滴时候咧，因为咧本来咧红油啊，咧葱油咸咧。改咯，改啊，要不？就個本去起啊，佢個年糕嘅梅頭後嘅落。一般用鐵盤嚟做啊，就要用砂鍋嘅意思，好，所以本佢有點也是保溫，保溫，你要燒燒，講食飽火講嘅，食飽用肉，好又要年糕，佢就食得飽。個寒要燒燒啊，佢都是凍茶盤。我嘅煙燻嘅米怎麼做出來？就記得咪小哥來燙下，因為年糕哦緊煮要降為硬薄嘅。我看見到水夾啊，後邊出走了。係啊。是起下梅頭。鮮不鮮啊？好凍香，有燃。有鳥咧吼，有啲年糕有鳥。年糕應該咧。一盤燒咧哈，燒咧先到一邊去。哦，有蛇哦！不是賣油哦。唔是。那年糕軟咧哈，差不多樣，留一點要醬，等下冰下，味道還會好。哦。哇，唔是最多全部熟咗啊！唔是，小哥溜到醬，你鐵盤燒燒，溜到醬。哦，我看人家多了一可能會盒子爆發。係哦。哎。哇！哎！那就用啲鐵盤嚟做出來啊，水本嘅量感覺，好。會咁，呢個蒜呢？好，哎呦！對，蒜辣熏鴨年糕堡，吃飯。蒜辣熏鴨年糕堡，辣椒嘅蒜苗、蔥頭切細細嘅，鴨肉切細細啲，先đem蔥頭、蒜苗落鑊炒煸香，再用辣椒嘅鴨肉水煮煸滾，之後加年糕以後，放到糖調味，再用蒜苗炒一下，好食嘅蒜辣熏鴨年糕堡就做好嘞。